啊，再来，阮咧唱的是台语版，好，开始。哟，今日好真诶上半工，下昼因我着带女朋友去踅街，来到美丽花园，无睇到个收起顶头前，想要带我伊做伙飞上天。就即个时阵发现大家根本无半世，我只好家己一边烧我的菜。打翻内底拢出现物理老师的面，问我具体需要啥物理，才会认同说，环球运动一定需要啥物理，需要啥物理，需要啥物理，环球运动一定需要啥物理，需要向心理，向心理，顾名思义，只向完成的理。若无即个向心理，有体就会顺着正常方向飞出去，飞出去是因为惯性。环球运动一定需要向心理，哟。向心理是虾米平方除以 r 是 mr 欧米伽平方是 mr 数摆平方除以 t 平方，敢有了解？再来一摆，向心理是虾米平方除以 r 是 mr 欧米伽平方是 mr 数摆平方除以 t 平方，敢有了解？敢有了解？用水动摆，伊是安怎摆？一条绳啊，举个一张咧成水摆。既然伊是咧在圆水摆，向来提供完全运动需要的同心理，原来是用力，佮有所爱的条理，提供完全运动需要的同心理，信用，超级无敌细下手，伫咧崎岖的路面技术装饰。既然伊是技术装饰，向来提供完全运动需要的同心理，原来是正向力的水平分力，提供完全运动需要的同心理，小明。徛脚来较长远，向来提供完全运动需要的同心理，原来是咱那甲涂骹的摩擦力，提供完全运动需要的同心理。地球咧是太阳转，向来提供完全运动需要的同心理，原来是地球甲太阳的万有引力，提供完全运动需要的同心理。哟，向心理是虾米平方除以 r 是 mr 欧米伽平方是 mr 数摆平方除以 t 平方，敢有了解？再来一摆，向心理是虾米平方除以 r 是 mr 欧米伽平方是 mr 数摆平方除以 t 平方，敢有了解？敢有了解？好，今仔要来同大家介绍的是移动甲转动相像的所在。注意听，有位移着甲位移，有速度着有角速度，有加速着有角加速度，有质量着有转动惯量。动起来困难度爱看质量，转起来困难度会爱看转动惯量。mr 平方是转动惯量，半径的平方叫成质量。力是爱改变动量，力负是爱改变角动量。到底啥物是角动量？老师有咧讲，我嘛有咧听。角动量是 r cos t，r cos t，r cos t。角动量是 r cos t，r cos t，r 再来一摆，角动量是 r cos t，r cos t，r cos t。角动量是 r cos t，r cos t，r。环球运动一定需要啥物理？需要啥物理？需要啥物理？环球运动一定需要啥物理？需要向心力。环球运动一定需要向心力，需要向心力，需要向心力。环球运动一定需要向心力，一定需要向心力。哟，向心力是虾米平方除以 r 是 mr 欧米伽平方是 mr 数摆平方除以 t 平方，敢有了解？再来一摆。向心力是虾米平方除以 r 是 mr 欧米伽平方是 mr 数摆平方除以 t 平方，敢有了解？敢有了解？好，多谢大家。